呢個天人數23、22節按話設家愛聽阿爸出設家嘅道理，教出設家行理些見理，然後設家唔冒險，設家嘅媽媽當佢羅之事，嗱但係呢，設家思想，設家昨日想下把聽順服設家爸爸教出嘅命令。呀，冇當時間阿咩羅之時，冇時間學你看顧時間做時間嘅工作，反倒冇時間看顧時間嘅愛子思想要發生，但係一個聖經告白時間，我聽時間阿爸教出嘅道理，冇險時間嘅媽媽當佢攞嗱，前年23、25節一樣講時間啲本時間嘅爸爸。กับ媽媽歡喜快樂，因為佢用時間嗱，然後呢，呢個出埃及12、12節用講時間啲敬重時間爸爸媽媽嘅人呢，上帝祝福時間聰明嚟佢本時間，因為上帝合意每一人要敬重時間爸爸，敬重時間媽媽。要照顧自家爸爸，照顧自家媽媽，上帝合意，佢祝福自家聰明、耐水、順利、善利、得勝，阿門。